真的是。采访永吉，你们两个一直找我，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平时我在忙的时候不要吃醋我，好不好？我这边身边女人多得很，真的。可不可以不吃醋？给我放松一点，好不好？真的，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好凶啊！你不理我们两个呀？一直笑出来的笑容的那种感觉，心里面都是吃醋。我呀，真的是，把他叫过来。他应该下播了吧？啊？他下播了。然后呢？然后我拉了2个美女。有实力的吗？嗯。那2个是男的女的？夫人起。不离不弃啊，我们这个惺惺相惜呀，这是。啊。马姐4个各走各的吧。啊？各走各的。各走各的，各打各的，不是各走各的，说错了话。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哥哥，谢谢。现在走的太快了，慢慢走。兄弟们，一人送一个小心心，1000多个人，一人送一个小心心就可以了，兄弟们。他们3个不需要保时捷、私人飞机那种，不要了，真的。哦，小心心难念的词可以达得到，兄弟们。真是的，真的1000多个人，一个比一个拉的那3个，他是唱兄弟们，对，1000多个人，一人送一个小心心。棒棒糖有没有棒棒糖？人气票有的话，一人帮忙送一个，兄弟们。对了。欢迎钉子这里，谢谢这些哥。我本来想唱歌，但是我声卡没电了，家人们。我们4个玩过程吗？还是闭麦？对，他是姜打的。这个好，他们2个闭麦了哦。前面那首。他们2个闭麦，我们2个不闭麦，哦，亲爱的。这样子用。可以吗？可以。好的。说实话，你喜不喜欢我？我不喜欢你。那就闭麦。闭麦，家人们，你骂了就闭麦。我不想听他的话，发誓，过来就等你骂了。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我就让他闭麦了，兄弟们，一人一个小心心，兄弟们，感谢我的康巴汉子哥，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兄弟们，有没有墨镜和小星星？兄弟们加油啊！真的，这把一直靠榜一大哥的话，有点压力大，兄弟们，真的，5个人的小心心加油，兄弟们，直播间里面有100多个人，一人送一个小心心，兄弟们，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3、4、5，1、2、3、4、5，兄弟们。5个人的小心心加油，兄弟们！5个人的小心心，谢谢扎西哥，破费了大哥。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最后3个人的小心心，好不好？最后2个人小心心，兄弟们！87个人，真的。最后1个人的，感谢我的藏哥来了，谢谢藏哥。今天晚上藏哥和扎西哥一冲着你们几个人破费了，真的。最后1个人小心心加油，兄弟们！最后1个人小心心加油。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好不好，兄弟们？1个人小心心加油，1个人小心心加油！哎呀，够了，兄弟们，够了，谢谢永红哥。等一下双倍的时候来一下，兄弟们，双倍的时候来一下，现在不用打，兄弟们。3、2、1的时候，兄弟们，双倍1.5倍的加成。现在小星星、棒棒糖、墨镜有的话，兄弟们加油一把，一人帮忙送一个小星星，加油，兄弟们，小星星不要停啊，真的。感谢我的扎西哥，真的破费了。感谢我的赞哥，感谢我的一冲，谢谢你们。3赞，感谢你送来的小心心，谢谢，真的。5、4、3、2、1，兄弟们，现在开跑！现在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兄弟们，现在是翻倍，1.5倍的加成，兄弟们，1.5倍的加成，感谢我的赞哥送来的热气球，谢谢大哥。今天晚上让你破费了，真的破费了。我的扎西哥和赞哥，你们2位真的感谢你，谢谢兄弟们。现在是1.5倍的加成，兄弟们，1.5倍的加成，把那个破不芝麻的、挪不芝麻的、破不芝麻那个血态压一下，兄弟们，加油一把！难念的词，哇塞！感谢我的扎西哥，20个墨镜直接一次性来了，发誓。谢谢扎西哥，破费了，大哥，真的破费了。
其他的兄弟姐妹们，能不能团结一下？这把能不能团结一下，兄弟们？我们的扎西哥来了那么多墨镜，真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热气球保时捷？兄弟们加油！绝对会投他，对面绝对会投他，兄弟们。迫不及待来了3500个票来了，我们3900，差距不是很大，兄弟们，差距不是很大。加油一把，兄弟们，加油一把，真的。难念的事是加油一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其他兄弟姐妹们点赞加油，兄弟们点赞加油，点赞是免费的，兄弟们。谢谢扎西哥来了那么多的墨镜，真的，感谢哥让你破费了，真的。谢谢扎西哥，谢谢我的赞哥，感谢一冲着，感谢赞哥送来的墨镜，谢谢兄弟，看出真的非常的感谢兄弟，谢谢。我来了，好久不见，好的大哥，谢谢扎西哥送来的墨镜。西拉江村兄弟，你在哪里？欢迎西拉江村兄弟，欢迎，加油，谢谢。最后守住100万兄弟们，迫不及待会投他的，真的。感谢西拉江村兄弟送来的热气球，还是我们输了，再不用送，兄弟们，时间到了，兄弟们，时间到了，我就可以唱歌，再不用送啊，兄弟们，这是从啥的？打节目歌，联系节目歌。感谢我的扎西哥，谢谢我的赞哥，感谢西拉江村兄弟，谢谢一冲着，谢谢我们的人生哥，感谢我们的三藏哥，谢谢你们的支持，破费了，真的，感谢你们，很大的给力我了，真的。对了，辛苦了，破费了，真的。谢谢素颜男神了，辛苦了，感谢大家都给我榜1、榜2、榜3点过关注啊。你么。何止我是过来听歌的哦，你是过来听歌的吗？对，我们过来唱歌的。看出来了。行，那我们好好的享受了啊。好。唱歌，哎，朋弟。我来吧。我没有。好。快睡着了。我唱呢。好的，兄弟，现在这样做，我要兄弟。我唱一段。你不在成都吗？好，我们唱一段行了，2段行了，不关我的事。问他。我问他，我没有问你。好。不要有脾气嘛，老师。俺从这完没人了，从嘛家里跟俺家都没来些个，家里搞么呢？爹爹本大错，俺从容从西上呢，女角的长得些男的着他。就阿罗错，研究家的拉拉娘扎多，让个卡拉让个大波就阿罗错。谢谢哥。把英雄拿着，别从一些把没有他，靠自己的靠自己黏住，让个卡拉让个大波就这不错，靠自己的靠自己黏住，让个卡拉让个大波就这不错。多人切。推举切，谢谢哥哥。嘎正切，我想切的老家卡着，谢谢我大哥。谢谢我大哥，谢谢切的卡着，要求我。还好吧。我就唱一首，团结。好。
么，马上过什么个放大日子来嘛？给我打就得发打就得。我要在你那里等会，打我困得不行了。早一点睡觉。你的男朋友今天晚上马上到了。我抓这个，我要。哎呀，放大的话，我的动作特别的好看，知道不？放大再看到你，你放大在他自己的那里吗？你在哪里？不在成都，我在悉尼。我在成都，兄弟，我在成都，在家里。在我们3个，我打一把吗？打。还是拉人嘛？打不拉吧？我快要下了。好，可以。好，我们3个开始啊。你贝贝哎呀，我们3个开始吗？啊，对，我们3个开始吗？不他说他要下播说了。那对，我们先打嘛。我开始下了。求你了，我们2个打你没有胜利吧？可时间浪费，真的是。就是这个嘛，搞的，那你退好好，破不准嘛，贝贝。好呀，给这里。这里嘛喽。好呀。这里给。呀，不承认这个，当然你手里是个去打来着。我不想跟你一起打，真的是你没有实力，太浪费时间。下次你就阿家是不是？惩罚说，惩罚前面说，再打。是惩罚就是说你也说嘛，我说。你在哪里？我在成都。成都是吧？哦，你在成都，所以就不会当播的，知道不？啊。你在成都，所以就不会当播的你。然后俺没在啥的，我妈去找忙不接的，当然没接的过。你妈在这忙干的，就是个人的那个不是是个。就是个当的，别查个你瞧比事情个关系都过件事个。哦，好。都去热人的。就是弄了。这件什么个嘞？今天断播了2次，还行吧。以前的话6、7次有。对，没得的，对，就都没，但是但是你说所以基本是弄你马上做嘛去。我打了他那种垃圾皮带做上个嘞，那就是个蹲坚持做上行个嘞。等那吃皮做了就是马上做没做人都是可啷个，对，中午都是个。你家嘛，今个你皮看哪样中午接的嘞？没去。这个咋的देवा पमोतो जाना रो जरा ख्यापो लेंस का च जामो चले लॉस 打起来家嘛起来，这样嘛是。可以。家了嘞，是个了dewa不能个家了嘛来的去的。欢迎成都拿证。都有的。没去。जाना पड़ेगा सने से जिम्मे की बंजा सातो दाता सो 呀，打真惩罚。惩罚说呀。说嘛，你说嘛，我也说，等我。你在成都哪里？啊。你在成都哪里？成都乌河苏。晚上有去演艺厅吗？不用。那成都最近在干嘛你？我在买货啊。买货。买的怎么样？可以。那我也过几天上来买货。等你们去这里，就我们也组合89日子。我们2个合作买货可以吗？觉得不可以，那这样的话，晚上住在一起啊？可以啊，晚上住在一起，等于主要是不干什么事情可以啊。这个来了，看说下个的么子，觉得住在一起的话，肯定是我说不来呀。哎呦，说不来的时候得讲嘛，有个讲嘛。别你妈了！白天一起买货，晚上住在一起。你可以给我做饭吗？可以呀，我会做饭。没问题的。恐怕今天客人你客人都跟那别你妈了，这啥子干结完了？啥子节嘛，得做了，家门别去的做了。不用了，你给我请客吗？我给你请客。我们家白天
白天买货的时候就是真到那个真的到那个的更加等着的话就是对晚上给你请个节目嘛。그래, 不要了。就这了一个。呀，25个服务证。25个服务证。如果你输了的话，把这个奖状脱下来，25个服务证放大，空间大一点的地方去。你的身材最近好看多了没有？我看一下，可以吗？敢不敢接？你输吗？我输了的话也是做25个服务证呀。你输了的话，那个动那个都是个那个车。OK。哎呀，你妈了就可以。我让你唱什么样的话可以哦？你放音乐啥子样子都可以跳。哎呀，来，开始啊！呀，开始。说不定我讲。呀，明白了。只有一面二身材，兄弟们，主要是本来有一面二身材，再屁股特别大，圆正也特别宽，再做一个俯卧的话，像一个外国一样，青蛙、别娃一样，兄弟们看一下，真的，我说的对不对，兄弟们？你们看一下，大龙美女印度的，感谢9929大哥，兄弟们，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加油，兄弟们！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加油，兄弟们！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谢谢我的北胖子哥，北胖子哥来了，真的是3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不同的3个人的小心心可以吗，兄弟们？3个人的小心心，3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3个人的小心心，加油，3个人的小心心。谢谢北胖子哥，感谢兄弟。加成拿到了，兄弟，加成拿到了，早就拿到了，真的，加成早就拿到了。看他牛逼，我们2个很长时间没有打 PK。今天晚上我就让他好好的收拾一下，兄弟，真的是感谢康巴酱油兄弟送来的小心心，谢谢康巴酱油，谢谢你，真的感谢康巴汉子。谢谢康巴汉子，感谢康巴酱油，感谢你们的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啊！每天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好不好，兄弟们？每天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一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兄弟们，或者是一个墨迹加油，一个墨迹加油，兄弟们。首先帮我过个加成，兄弟们，一个墨迹加油，一个墨迹，一个墨迹加油，兄弟们，一个墨迹加油，一个墨迹加油，兄弟们。首先帮我过个加成，兄弟们，首先帮我过个加成，欢迎扎西哥，感谢我的北胖子兄弟，谢谢你的墨迹，加成过了，兄弟们，加成过了。这把兄弟们加油一把，到加成的时候，到双倍的时候，兄弟们双倍。1.5倍的加成来的时候，兄弟们，现在还早，还有50秒的时间。扎西哥现在不用上，扎西哥现在不用上，扎西哥，哇塞，扎西哥不要你妈了，就上了那么多墨迹，谢谢扎西哥，破费了，感谢扎西哥，真的。等一下上，兄弟们，等一下，现在还早，兄弟们。来双倍的时候一起团结下，兄弟们，来双倍的时候大家一起团结下，谢谢你们，真的。破费了，兄弟姐妹们，不好意思。破费了，真的破费了。来加成双倍的时候，兄弟们，来加成双倍的时候，大家一起团结下啊，兄弟们。还有20秒的时间，兄弟们，还有20秒的时间有。我就看他的那个牛逼 class 那个屁股，你妈了之后，好好的让他做个惩罚。最后10秒钟，兄弟们，小心心墨迹热气球，公屏里面多打一下绿色直播，兄弟们，100多个人，绿色直播和正能量直播，公屏里面多扣一下66666。666都扣一下，兄弟们！现在上，兄弟们！现在上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现在上，现在是1.5倍的加成，兄弟们！1.5倍的加成！感谢我的北玉胖子哥送来的热气球，谢谢北玉胖子哥兄弟，感谢我的北玉胖哥，谢谢北玉胖子，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现在是1.5倍的加成，兄弟们！现在是1.5倍的加成，兄弟们！1.5倍的加成，现在对面绝对会偷他，兄弟们！太阳哥有，对面太阳哥有，兄弟们绝对会偷他。太阳哥给来了，你妈了走，绝对会偷他！感谢我的扎西哥再次送来的Lux3570，保持你妈了走！大马姐打多吗？大马姐再不用上，兄弟们再不用上，真的不用上。打多上吗？打卡路埃茨gomo，
那搞不得，你算了，呀，这样去做惩罚去。做惩罚嘛，做惩罚就是的。时间到了吗？我输了吗？我输了吗？对，真的是没事。就是早7000多个票友，你没有看到吗？ 7000多个票算什么？我都打个抖音以后2个下面去了，你妈了操！全是要过去再修人。你妈了操下去了！哎，今天晚上陪我那些浪费了。你可不可以做惩罚？对，你可不可以做惩罚？把说一下。当我们2个，你做一个，我也做一个，再打发誓。是，把是对的。那你站着脱下来，先做25个对。那你先脱那个。可以，我随便挑，发誓挑。我也可以，对，我也是。首先你来做，真的。咱们点赞一下，等俺过去点赞叫点赞。不然的话，我们2个票都浪费，真的。不做惩罚的话不行。看一下啊，兄弟们，看一下身材，他的身材比我一样，方式我不一样。发是俺票没完的，但是俺惩罚就是这些。不是2个都要做，怎么知道你输了和我输了不知道，所以就我们2个都做。我做。我们2个都做，我也做，真的做。身材切的第3门个，是不是好多了一点，兄弟们？上次比现在好多了一点啊，兄弟们。好多了一点，好多了。转过去坐。头放在床上那里。床上有吗？不是窗帘上。该跟什么人过去？哎呦，他可能说就找个是个发这个就是。不是我干，我们的家人们干，知道不？我看你的屁股，我疯了吗？真的，我不喜欢呀。他往这个拔高一点，不是真你看不到。哎，大家看到那个杨妮对噻。欢迎我的老婆欧梦。哎你妈了，这好难看啊！这个屁股，兄弟们，一个咧咧的肉，人家屁股都是公公，他的屁股都是咧咧，兄弟们，发誓太难看。家人们没关注的关注下，好不好？娘，欢迎我的老婆欧梦，你怎么了，老婆？娘，放 DJ。你放。我这里没有 DJ 的伴奏。我放跳。你放的好，我觉得是不是跳？好的，他看瞧的那国际中不干。点点关注兄弟们。到底要跳哪个？
好发什么哒哒哒哒？这个音乐不好听放大日子哎呦，妈的光什么个的？啊！全放大妈的日么个的？我这里放大不了呀，放大的了，等到放大都才是对的。是不是这个？对的，对的。现在可以了吗？呀，呀，咋调啊？好，俺我伴奏大一点，光把给啊，光把那叫当当给小狗。就是光把特别给了。哎呀，俺给嘛的，八十给嘛的。你给，这专门给那改。可以了呀。你妈了，这可以了。这个脚杆这种会打的只有我一个人，发誓全世界上。啊！这种脚杆会打的只有我一个人，哈哈，叫我给你发誓。3个。唱一下歌，可以。呀，最后打一把，我走了。来，我也走了。最后你要打一把，然后休息。咱们队。呀，最后一场，加油，兄弟们！我的老婆在不在？最后一把能不能帮忙一下？所有的家人们，帮个忙，老婆今天晚上真的。Böyle yapmak kadar mi peçtim yaratıyor. 帮个忙可以吗？我们这边帮忙一下好不好？一人送一个小心心，兄弟们，一人送一个小心心。现在我们这边可以帮忙一下了，所有人最后一把真的发，让他拿下就是打一把，然后就谢谢北一胖子兄弟，感谢你，真的一个墨迹就直接200个票了。disco 和国音那些，我这里是都得好。家人们，我们这边有票吗？有票的送一下好不好？最后一把 PK。谢谢陈王八蛋。我感觉我没有实力进，现在大哥们都走了。大哥们走了是吧？那赶紧做惩罚嘛，真的不用打。我不知道发誓，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不说不定会来。他不相信我嘛？真的，我大概有2个这里。啊，我也说不定就是。不用浪费我的大哥的那些票。咱们赶紧走嘛。家人们有票的送一下，发的帮。哎呀，我们这边发稍微往前上一点。disco。直接做惩罚的这种东西们吧。我们这边有没有票？有票的送一下好不好？4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4个人的小心心。送一下5个人小心心。欢迎520兄弟。会写的一个小心心都没有呀。对啊。发誓0票还敢跟我一起想打 PK， 真的是那些女人。3个人小心心，兄弟们，不同的，每人帮忙送一个小心心。我们这边1、2、3的3，兄弟们，3个人的小心心。第2个小心心摔来，兄弟们，第2个小心心。小心心家们，送一下4个的小心心。谢谢1376。送4个。最后2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感谢各个谢谢策人老姐，我们的男孩，谢谢。还差我们这边3个人的小心心，家们不同的能送3个人的小心心。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兄弟们，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加油！最后一把，都过去就小跟这里，等你从哪个时候把记录看着，从哪策人。欢迎我们的榜一。最后1个人的小心心，加油，兄弟们！最后送3个的小心心，家们送3个人的小心心，看着吗了？首先帮我过个加持，兄弟们，谢谢关注，感谢。送一下3个人的小心心。前面没有送过的，前面没有送过的一个小心心，加油！还差1个就可以了，家们，不同的有没有一个小心心呢？我们这边。我们也差1个。谢谢，还差1个人就可以了，1个人。差1个小心心。有没有1个的小心心？我们这边有没有1个人？差1个人小心心，加油，兄弟们！不同的1个人，家人们。差1个人小心心，加油，兄弟们！有没有1个人小心心？天哪！OK 了，我们赢了。有没有票呢？我们这边有票的送一下好不好？最后一把 PK，家人们。
欢迎。 d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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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别你妈了，这等着个那么慢节奏，这现在个记录手机。是。嗯。记录手机是这个。这个。这个东西不用玩呀。家人们，我们这边能不能透过他发是靠就起来了？现在真心话去指家人们给送。我们可以问他真心话，所有的邮票的我就是半个嘛，好不好？这个是最后一把的 PK。疼得很深，真的。欢迎新进来的。有点疼。我们赢了的话，问他一个真心话，发誓给走这那几个人的工资把男的给去。一起透过他可以吗？没有，不会透过他。说不定这番数。哦。好的，你吐他吗？1秒钟给你吐他，不要怕。最后打一个热气球，兄弟们，不然的话对面想吐他，真的。对面来了个热气球的话，我们输了，兄弟们。我们吐他发誓，我们可以问他真心话，家人们。一人一个墨镜，加油，兄弟们！3、2、1，看凳子，欢迎。吐他。5、4、3。哇塞！大吐他吸去。我呀，打掉了！哎呦，你啥意思啊？真的是。大吐他，那是。你不会打 PK 吗？真的是。你不会打票吗？打球你了，这个等的人陪你嘛了。你看嘛，等你去看一下，不相信的话，一个跑着都掉了，真的，哎呦。好。哎呦。谢谢兄弟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啊，真的。咱没有实力了，这么多那个多过。好，拜拜。我要再见，拜拜。